好來，鄉親啊，繼續來看高雄6區的寶來國中甲尼布恩合唱團聯手組團到瑞典參加第14屆世界合唱比賽，結果摕到金牌，嘛讓世界聽到台灣原住民的歌謠。囡仔穿傳統的原住民衫，伫咧舞台頂，將可憐珍貴辛苦原唱表現。響亮歌聲鬥打真濟舞步，規場演出有夠精彩。這陣來自高雄寶來國中的囡仔，甲尼布恩合唱團做伙組隊，去到瑞典參加第14屆世界合唱比賽。伫咧國際舞台請贏發光，成功得到有伴奏民謠冠軍組的金牌。囡仔笑得真燦爛，嘛伫咧舞台贏高雄旗亞。頒獎典禮的時候很緊張，但我們也拿到了金牌，很開心有這個機會可以為台灣爭光。歡喜佇心肝內，毋過公贏的背後是真濟汗水甲目屎交織拼來的。因經過綿綿滋滋的訓練，當真正騎上國際舞台，唱的唔但是濕溜溜的旋律，更加是一路打拼堅持。這一趟千里路呢，也是一趟孩子看見自己以及世界的路。好厲害！你們都是台灣之光，我以你們為榮。好消息，團來到台灣，副總統蕭美琴嘛獻祝福。這陣來自高雄的囡仔，用上純粹歌聲對了夢想，甲高雄的文化唱向世界，讓大家看到咱台灣囡仔厲害。